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富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你台灣啊係海島國家，你要去海上了麼？要去衝浪麼？要潮水麼？要去看魚也釣魚麼？你生活喺台灣嗬，老海當接權嘅啦。唔過呢，大家對海了解有幾多呢？今日 Rita sẽ theo大家共下出海，去看海豚、海豬，去看鯨魚，喺個了解前到海洋嘅知識咯。因為非常歡喜邀請到多羅曼賞鯨嘅總經理李水明總經理，喺節目當中嚟同大家好好來紹介。歡迎李總經理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係花蓮瑞。我是一個專門帶大家去海上看鯨豚、海豬的地方。今天跟着我一起去海上，我們來看看鯨豚有多麼的有趣。哇，歡迎！我看到你做的衫褲，哎呦，聽說這個自己畫的哦。是，就是一個大翅鯨啊，大翅，對，它是大翅鯨，它的翅非常非常大，在花蓮也曾經看過，大家都覺得說哦，好神奇。花蓮好像看到的鯨豚都小小隻的感覺，可是花蓮可以看到很多的各式各樣的鯨豚。哇，所以你係變咗你嘅公司，你們公司的制服就對了。是。我都好奇哈，賞鯨哈，賞鯨大家地講厲害沒東西哈，大家很喜歡帶着孩子親子合家一起去體驗這個海上風光，看看我們海洋生物。但是你這多羅曼，我就兩名一貼片。土羅曼，你係咩意思呢？土羅曼，讓大家少解一下。在花蓮，大家都會比較知道的是，花蓮的老地名叫做回蘭。可是回蘭在之前，其實講到14世紀，西班牙人來到台灣，他看到了花蓮有金光閃閃，叫利烏溪產鯨鯊，所以那個金光閃閃的樣子，非常非常漂亮的樣子的時候，他們想起了他們的黃金海岸托羅曼，所以就把這個地方稱之為多羅曼。所以花蓮的早期的地名其實就叫多羅曼。那有一家公司他就在1998年，他在23年前，他希望讓大家能夠走到海上，他用這個金光閃閃的名字取之為他的公司的名稱，就叫做多羅曼賞鯨公司。都唔會講估，原來是安用的哇，26年了哦。是在賞鯨公司其實是很有趣的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個屬於綠色、熱愛環境、熱愛大自然的一群人。他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說其實海上的資源這麼多，那為什麼不帶大家出海去走走？大家好像永遠都在看陸地上的事情。所以說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做黑潮海洋國家基金會，專門研究鯨豚。同一年，他們也成立了叫做多羅曼賞鯨公司，希望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夠跟黑潮一起騙大家出海去走走。你要知道，我們說哄大家來到海上。主持人真是會說話，對，要哄大家出去走走，的確是哦。你要知道，全台灣有30幾種常見的鯨種，這個世界上只能夠叫出名字，可能只有70幾種，將近一半以上的都是出現在花蓮。你就可以知道，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，景運動展呢。對啊，它非常非常的豐富，所以說每次出去的時候，我們其實都好認真哦。我們會認真記錄這隻鯨豚叫什麼名字，它的數量有多少，它的動作是什麼，它會做些什麼事情，我們全部把它記錄下來，然後很老實的告訴大家。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，參加多羅曼賞鯨的人就會比較辛苦，他一定要先聽行前解說。我最喜歡，因為你喜歡，我講啊，東方魚看睇咧，看到乜嘅？啲呢？來到哪？啲呢？嗰是東大松啊。我覺得行前解說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，你真正去看的時候啊，你有那個知識。他講，你看到是印證，我家下睇到係乜嘅啊？我你也看到咧，那都好。不然永遠每個人都會看到海豚，都會說哇，好可愛，好像所有的海豚都叫好可愛3個字啊。其實花蓮其實常見的鯨種，現在剛剛講的雖然有30幾種，叫做生物多樣性，可是常見的還是有固定幾種這幾隻，然後每一隻的習慣習俗都不太一樣。那有準皮哈，大家看，這是一個海豚的圖案，什麼？講地利亞種圖是你們特別製作。它這是飛旋海豚嘛？但這是用將近2000張的照片養走出來的圖形，我覺得非常美。
刚才讲到吕总有讲到哈，其实你们跟黑潮一起，你们就是一家人的感觉哈，一起联手，手牵着手，兄弟要共下，本大家哈做得到海上，做得了解，你海洋的生物，咪了解到台湾海洋嘅生物的多样性。你们还特别做记录，这个是2020目击鲸豚的记录哈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很多客人都会问说，我出海看得到鲸鱼吗？会不会晕船啊？或者是我当天去会不会下雨？哈，我们每一个大家都会把客人所问的问题记录下来，包含鲸豚这件事情是最有趣，是我敢保证我们在花莲看到鲸豚是95%以上，也就是说我出海100次，大概有90几，你可能要很幸运，可能只有3次到4次是看不到。我一定要看到。那在花莲常见的大概就是像飞旋、花纹、浮饰、热带斑、平鼻。那这几只每一只它的体型、它的行为都不太一样。比如说像飞旋，我相信应该有更多的照片跟影片可以去介绍它。它很特别哦，它身长可以到180几公分，可是它的重量可能只有70几公斤。它能够以身体为中心跳出海上的时候旋转这样子，像芭蕾舞者。非常的漂亮，一直出现50、60只，100多只，所以它是群聚的嘛？对。你底下有俩样片，哇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海上很多而且它蛮亲近人的哈。是，它比较不会。这大概也就是20几年来我们在海上跟鲸豚的互动，它知道我们过去不会骚扰它，它自然而然就会跟我们越来越亲近。那你像看到的是飞旋海豚，有的可能就是笨重的啊，像花纹，身上很多刮痕，可是它的重量可能是用几吨来去计算。它虽然一样叫海豚，可是它的所有的行为举止，你会觉得说，原来每一种鲸种它有它的特别的样貌，它身上的刮痕就代表它的岁月的痕迹。像浮饰海豚，它最常出现的时候是上千只。你有看过被海豚包围过吗？就是像那种。你真的看过吗？你有看过？它会在你的船旁边。对，而且它就啪啪啪啪，而且它非常的害羞内向，所以他们全部都是更群聚。然后他们出现的时候就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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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在冲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觉得很震撼，像这样子，就是它的身体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。对，而且他们就会。每只动物的习性不一样，你看它们的嘴会就是比较小只，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是属于尖鼻子。对，其实你会认真，像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会做行前解说，在花莲为什么会看到哪一种这些动物的习性是什么东西，你会对海越来越兴趣，就会回到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这家公司的成立，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热爱海，喜欢海，从海豚开始，他就会知道原来大海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很多奥秘哈。没错。那你是想讲赏鲸哈，刚才你推荐讲的是海豚、赏豚嘛，可是赏鲸应该也很多人想要去追逐。刚才你看大翅鲸、抹香鲸哈，大家还动好奇，很好奇的。没错，尤其是很多的客人都会想问说，明明挂的是赏鲸公司，可是你骗我，每次来到这个地方只是看海豚这样。那通常我们一定都会很清楚的跟客人讲，在科学家在分类的时候，界门纲目科属种，不管跟海豚跟鲸鱼，其实它都属于鲸种，就界门纲目科属的鲸种，只是说有一种海豚类型的比较小只的，它其实会长牙齿，它叫齿鲸。它头顶上是一个鼻孔，那有的像卡通那种大只会一口吞掉所有的东西，然后再把水喷出来的那种，叫做须鲸，也就是像大翅鲸这种东西，它也是大只的这样子哦。那可是如果想看大型鲸，齿鲸也是有的哦，比如说抹香鲸，那个抹香鲸呢，其实。你看到去年的几率，它其实100次里面有3趟看到它。它虽然几率不高，可是它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很迷人，因为它的体型大概有对14到16公尺，大概快跟一台巴士一样这么长。它在你旁边的时候，你远远看就好像一根木头一样没什么。可是尤其是当它举尾下潜，你知道那个尾巴非常的震撼，尤其是当我们近一点。
这20几年来，我们其实陆陆续续去靠近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当它熟悉了，它跟我们已经不会有距离感。它在我们旁边，最明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比如说他带小孩子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是当爸爸妈妈，我们看到车子，小孩子一定都是拉开，说你最离车子远一点。当他愿意让小孩子很自由自在这样子玩，其实他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开车的人很有爱心，对，不会怎么样。所以你知道，其实我还看过抹香鲸的母子队，而且我最直接，我曾经说，尤其在今年，我还看到的是10头抹香鲸，就这样呢。非常多啊，他非常非常的压抑。可是你会知道，原来他会懂。你1次2次去靠近他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敌意，你会把船放得很慢，然后离他很近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，所以这种大型鲸虽然他们藏得比较远，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带着客人去比较远的地方去找他，去看他们这样子。你讲的很多事情是长长久久，它是永续要去经营的。你讲，你还没讲到，其实像是 animal 饲养一年，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从我们的身体、肢体的一些动作行为，其实地讲这个是友善的。对，好，刚刚讲的抹香鲸，你们还特别有一个花小香，抹香鲸的香，花莲的。抹香鲸又安也烘办土田台嘎喜亲。对，瑞塔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当你出去，你会发现他是朋友。我们每年出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刚会做记录，就像我们刚刚讲说，有一个海豚身上会有刮痕，我们曾经有看过有刮痕上面写字的那一种，就刚好浮现字这样哦，这它是特别的，就像有一只抹香鲸，它的头。它刚好有一颗油长在它的头顶上，它的尾巴有一个刻痕，那个刻痕太特别了。每次我们在拍照跟记录的时候，总是会看到它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它每年好像有些时间就会出现。然后有一年我们发现好像离它好像很遥远，很久没看到它，所以我们就跟老师讲说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专程出海去找它，一清基，对，看看它好不好？我们顺着5个小时。然后去走黑潮流域，看看它鲸豚一定都会往这里走的话，那我们就跑远一点嘛。我们就不要像一般赏鲸2个小时来来回回，只是让大家看鲸豚，有没有可能去更远的地方去看它，去找寻它的踪迹？所以寻找花小香就像去找老朋友一样。我知道我每年都会看到它，我好期待它，因为你知道它还曾经在船旁边对着我喷过气，打招呼吗？对，大概是吧。Hello， 你好。对，我在这里。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出去看老朋友，因为大海才是他们的家，我们都是客人，我们想要做这样子不同的行程，带着大家出海。谈来吼，都感动嘞，都温馨嘞吼。大家都想了解哈都咁讲，落到海度，航到海面上，应该看到哈多的东西。等下还要请吕世明总经理哈，世明哥哥哈，同大家好好来了解，请大家聊一下，其实转到节目当中来哦。大家真的节目当中來，哇 ！Rita 今日當聽啊，因為我當學太會，我咪當學接觸你喺海洋嘅生活哈。今日要請到多羅曼賞鯨嘅總經理李水明總經理喺節目當中，你水明哥哥呢同你好好來紹介啊哈，再次的分享。哇，家下談講到海上啊，講到安多的啊。不管是介紹不同的鯨豚啊，我都覺得好迷人，你好會說故事哦。剛才 Rita 當時有問講，你下當地看節目的朋友講，我沒想去，而且要指定，唯一指定就是這個會友善的，對不對？那特別就講到用慢音對台，你也翻譯，這個也是我們很努力、很想要去跟大家說的哈。該緊係講真緊而去出海去賞鯨豚，是什麼時候是最合適的季節嗎？基本上因为台湾受到了地形的关系，还有气流、洋流这些事情，其实只要到了冬天，都会有东北季风。那东北季风一来其实就会有一些海浪，那些浪其实会让大部分的人出海去，可能就会不是这么的舒服。所以最好的赏鲸季节大概是4月到9月到10月这段时间。
无风不起浪哦，只要没有风没有浪，一般来讲出去就会舒服。尤其是到了7、8月，其实夏天在照着大海，然后像个果冻海一样非常漂亮。那时候加上没有风浪，那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很多人会说海哦，说波光粼粼这样子，然后对，然后那个海水基本上都像是湖水一样，然后它颜色很透，你知道那里海豚出来那个倒影都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果冻看起来都可以吃的感觉，难怪我那么胖那样子哦。对，那因为7、8月它是一个没有受到风浪影响，再加上它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期间，所以7、8月是最大的旺季。如果担心晕船的人，我们都会建议说，你到了夏天就可以来海上走走。可是9月、10月之后，虽然有风浪，可是如果你不怕风浪，想挑战、想追海风，也许也可以来看看，考虑一下，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行程。喜欢乘风破浪的朋友，你是走的来挑战一下。是，某种有的风景是不是看到不同季节看到的生物不一样？是。海象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其实只要出海，刚刚说到了，看到几率虽然很高，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登记里头会发现，像刚刚说的大型的须鲸类的这种东西，它是属于洄游性的。你会看到动物其实有很多的故事，比如说很多母爱的，像这种大翅鲸，它可能半年不吃饭，就为了它要生下它的小宝宝，所以它会跑到比较温暖的地方。那这一条路线一定会顺着黑潮经过到台湾。虽然到比较外海的地方，但它每年根据我们的统计是3、4月就会在这条轨迹上面出现。如果到了3、4月我们出去赏鲸，就很有可能看着妈妈带着小朋友，虽然她肚子里可能还有一只，要一起移游到比较属于温暖的、比较属于北半球的那个地方，产生它的下一代。那每一个鲸种它有每一种的习性啊，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抹香鲸，它也会停留在某个固定的季节，甚至于说吉祥物虎鲸那个黑白，然后尖尖沙沙，大家叫虎鲸吗？看得到，通常都是在8月，8月的时候就会看得到它。所以每一个鲸种，它可能在出现的季节，好像在我们的被记录一样，说，老朋友了，要去打招呼了这样子。但是它每一个月份出去看到的鲸种都不一样，你每次出去都有不同的惊喜。哇，安樣講落哦，大家好好做筆記下3、4月台興嘅到7、8月，可能8月虎鯨跟海豚呀的，所以一年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，其實某種嘅分析，那個風情不一樣對啊，每次出去都感覺到不一樣的感受。都好高，剛才有人講，你下呢，其實你發覺講，除了賞鯨豚，你們還有特別推出有不一樣的日光航班，還有夜光航班。是啊，就是像刚刚说到的，为什么叫做陀罗曼金光闪闪黄金海岸？我相信瑞塔也知道，台湾叫做佛摩萨。佛摩萨怎么来的？其实也是西班牙人来到台湾，看到美丽的宝岛，然后称之为佛摩萨这个宝岛。可是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看到的吗？其实就是在花莲外海看到中央山脉那一座叫做清水断崖。清水断崖那个东西很美，为什么很美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山有多高，那个水深大概就有多深，清澈的倒影的山影。我们就开始在开了这个行程。假设我们出去看海豚，去看山，同时太平洋慢慢的从日光这样子慢慢出来，这样日出的时候。你知道那个东西有多美？然后你靠近到清水断崖的时候，那就整个山林的味道，然后水就伴着过来，海豚在旁边这样子跳跃，跟你在那边玩，在那边跟你打招呼，那个航程是你一辈子都难忘的航程。对，你太会建构画面了。为什么它叫做佛摩萨？就是这么美丽的宝岛，我们从来没有在海上看到我们居住的地方，所以这个行程其实我们非常秒杀了航班，因为它其实太早起来了，4点要开始出海去，所以船长可能3、4点就要开始起来整理船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张罗，所以这个航班其实非常的少，可是却是很多人支持。除了看日出，我们也去看月光啊。我们跟花莲的星象学的专家权威去看，尤其你知道，到了学生时代，常常要去把妹的时候，都会讲说牛郎牵女星。我们就在试着想说，如果看月光海，如果看星光，
只要在海上，除了鲸豚之外，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属于海洋的知识，它都会变成是我们的功课。我们想带着大家出去，你想看看呢？我们出去看着星光，在情人节，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他们要坐在哪里，因为情侣都会自己安排好的位置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会邀请在地的小孩子，比如说花莲有个北滨国小很喜欢玩乌克丽丽，我们跟小朋友讲说，让船上当做你们的舞台，有没有可能在上面表演，然后唱着你们喜欢的歌，海风一吹，舒服这样子吹来，然后月光照到那边，什么山盟海誓，这个时候全部都可以出现了这样子，然后就海上它跟建构一样，这个海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来讲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出海去，能够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一切。讲得都浪漫哦，哈！还有刚才讲的时间，应该讲的小朋友，本来想到你们也在做这个所谓的社会企业，在经营这件事情，意思是讲，取之于社会，你们希望回馈，除了跟黑潮海洋文化基金会，你都有谁用体嘛？你们一起来做这个海洋教育的宣导，那你们也成为很多，就是说花莲在地孩子们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是，其实这个说起来真的很有趣，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，东北季风来了，没办法开船怎么办？我们这一群人就开始来想看看有没有有趣。既然叫做海洋教育，难道只能在海上吗？有没有可能在陆地上？我们就开始找了一些所谓的生态记录影片，所以国际级的野望影展，开始去各个学校去做放映，我们去学校去做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招待所谓的身心障碍的小朋友，我们称为漫飞天使，招待漫飞天使出海去。那我们其实这样1、2次跟了很多的小朋友接触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小朋友，像我们这样子能够自由自在行走，说我想去看海上的人，都会害怕有一点点担心，说我会晕船。那如果身心障碍，比如说他眼睛看不到，他听力上面有状况，或者他行动不方便，或者是他肢体的智能没这么好的时候，其实要鼓励他出去，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也需要很多人力一起来协助哦。是，所以我们就印象来做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就去学校里面告诉老师说，我想招待这样子属于漫飞天使的人出海去，那我们来交换一下，如果他帮我画画，我的墙面刚好有一点旧旧的，帮我画一个新的东西，他帮我画了这个之后，我招待他们去。就不要好像是我要送给他，我想要跟他交换这种概念，看看可不可行。老师其实当时都好害怕，说他们可能连笔都握不好，可是他们对海的想象就这么少。我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来努力。我们开始锯了很多的木板去那边，然后告诉孩子说，金鱼跟鱼是不一样的。他们会上来换气的，他们身上的鳞片其实是长什么样子，跟鱼的鳞片长得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是跟我们一样要出来换气的。讲了好多，小孩子慢慢去思考，慢慢去想说，我要的鱼是长这个样子，画出了一个其实缤纷色彩非常好看的东西。打造出来之后，我突然觉得我家的墙面很有感情哦，因为是小朋友画的。我跟你讲，最感动的是我招待他们出海去。小朋友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靠着双手得到我们想要的礼物，不是人家同情我们给我们的东西。”这段故事其实就很感动，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跟这群小朋友，其实他跟我们一样，都非常非常的自然。我们想做的海洋教育，其实就是从小开始，小朋友从慢慢开始去感动了之后，他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上去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大海。哇，你是生命教育哦，刚才谈到非常的感动哦，刚才谈到你生命总经理分享哈，我哋 TPM 的准备咧，客家话啊，客家语咪咯，你讲下两嘢嘛哈？你讲印度合作社，印度合作社。水台河乡村，水台河乡村，嘿，村哈，印度合作社，印度合作社，水台河乡村，水台河乡村。好，你意思讲，你团结力量台啦，水岛的时节乡村是离片啊，印度的时节做事情是有帮助啊，哈，大家互相听受啊，所以家人讲的啊，非常的感动哈，所以大家强来团结起来，当大家想要了解汉啊多啦海洋有关系，你了下位技术道长来同大家分享哦。
大家其實咧收看福喜來嚟 Rita 見半嘅嗬，然後大家強下來出海，強下來看下海豚啊，看下景物啊，香港咧認識。一家企業嘅做到200人做得來經營咧所謂嘅社會企業，所謂咧融合嘅經營咯。關注到呢個土地規則反駁，香港英文，香港最重要係講呢個教育係從細細做起嗬。再次來分享多羅曼上進嘅總經理呂世明，呂總經理。咁談到前面嗰個在講故事，我覺得你太會說故事了。我剛談到咧土人聲音呢，好窮下來畫圖，他們的感受是他們很感動，記得有能力做得做得到，記得想會做的，這給孩子是一生受用無窮。你播一個種子，把種子種到他們的心田。一直以來沒有土人聲音，窮下來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其實自己也有一個小孩子，所以我知道小孩子其實喜歡的跟想要的是什麼東西。也許很多教條式的東西對他們倆是辛苦的，坐在那邊要去背一年四季12個什麼什麼什麼的這些公式的東西，倒不如用娛樂的有趣的東西。就像剛剛我說的，我可以帶影片出去，還有沒有可能金魚吃什麼的魚種？在花蓮港口，其實他們討海人捕什麼魚，我把小孩子帶來，讓他們去做各式各樣的船。除了賞金船，有沒有可能是標旗魚？有沒有是砍鈎？就是屬於不一樣的船隻，讓他們站上去，去體驗一下說，哦，原來捕魚的方式有好多種，不是只有原來你問小孩子說你最愛吃什麼魚，所有小孩子都會說我最喜歡吃麥香魚這樣。其實麥香魚不是一條魚，它應該有很多很多的魚種。我們希望讓小孩子到了港口去認識很多台灣真正的海洋的文化。這個東西也會是在我們冬天裡面去嘗試去包裝的事情，有點像營隊，對不對？對，他會用不一樣的活動讓小孩子知道說，哦，他好好玩哦，他回去會告訴爸爸媽媽說，原來這條魚捕得很辛苦，你知道那個標魚台上的標槍它有多重，比一個小孩子還重，所以你不可能讓他玩，但是你會說我拿前面，你拿後面，然後他拿着前面才知道說，怎麼可能拿那麼重？我就說對，捕魚就是有的方式是用這樣子的方式，你要知道你吃的魚，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珍貴哦。對，它其實就跟農夫一樣啊，汗滴禾下土，滴滴一粒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做出來的事情。漁法，也就是說討海人他們抓的魚也是一樣，我們要讓小孩子知道，所有的魚它絕對不是一出生就蹦出這麼大，其實也是有很多人一起團結起來把這些魚種收回來。那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樣的魚吃了對海洋是好的，不是看到魚就吃，而是這個魚是叫做永續魚種，它可以長長續續出來，然後這些東西對海洋才會好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害怕我的金魚沒有東西吃，我們把它的魚吃光了之後，萬一鯨豚也餓死了怎麼辦？所以海裡面其實有能夠知道的事情，其實都非常的多。哇，懂到了解誒！我今日會講營隊係冇，睇嗰啲講要成年啦，哈，也講要關注呢啲前度目標發圖，大家會敲碗啊，哈！我如果不能常常出海，係咪應該不惜走嚟參加呢啲發圖啊？哈！是。而且我們在海上面特別要準備，然後大家講。友善，好，我們說友善企業要乜改？友善賞金原則，兩面都重要，要大家分享。是因為其實鯨豚是大家都覺得它很可愛的，而且它也是屬於食物的最上層的那一鏈，它其實是非常有靈性，跟我們的小朋友一樣。大海是他們的家，我們過去要怎麼去打，就是不應該去打擾他們，跟他們成為好朋友的方式，自然而然你就會看到它其實跟我們的互動就會越來越多。譬如說，我常常看到海裡面好多垃圾，有沒有可能少丟一些垃圾？譬如說，我們看到海豚的時候，可不可以當作客人一樣，先在一個距離上面先停下來？如果他願意靠近我們，我們再開始開；如果他不願意靠近我們，我們就不要一直出海去。或者是當我知道人家已經有客人了，比如說當其他的船公司的船都已經停在那裡，就不要去湊熱鬧，我們就還是慢慢站在那裡。我相信一次兩次就是當做他是像小朋友一樣的行為，這叫做友善的方式，自然而然那些收穫其實都是我們的。什麼意思？你知道嗎？
Rita，我跟你讲，我这2年啊，最常看到的事情是在花莲这些所谓的飞旋海豚，我刚刚说那很会跳的，他们都带着小宝贝出来了耶。哇！也就是说，鲸豚妈妈带着鲸豚小宝朋友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这个地方是适合他们生下一代的。然后当你看到一群又一群，每个都带小朋友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花莲的外海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的资源。也许鱼东西越来越多，让他们有东西吃了；也许这个环境越来越干净了；也许他们来离我们这个地方，它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，它可以常来，我们可以更多的互动这样子。它可以很安心的在这边定居，比较会散发。是所以大家的地哈，就是走。你也去到台湾的时间，我们不是主人啊，你很友好哦，哈，我们真的是客人。去到你的尊重海洋救济的规则，生活在那边的海洋动物救济的身份啊。是啊，对。安东原来23年了。是23年，从1998年成立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其实成立了20几年，而这几年从花莲港的第一艘长鲸船一直坚持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想做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企业，让更多的人走入大海。好，技术加油！那个创期你都有做了鲸豚的记录，有拍照，然后做很多文字上的记录，然后了解每个季节不同的物种的特性哈。最近也恭喜你们办一个展览哦，很棒的展览哦。其实它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，很多人在笑我们身上贴了很多不务正业的一个标签，这样就说这家公司好奇怪，不爱赚钱，那到底在干嘛？这样子，我们今年做了一件最有趣的事情是，你知道国家美术馆在台中，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大型的美术馆在台北。花莲的小孩子除了好山好水之外，他其实想看展览，其实都好辛苦，他都必须要坐火车上来。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，我们把这样子大型的展览带来花莲，让小孩子不用再跑这么远，他就原来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创作。今年我们就跟了国美馆有一个叫陈胜文，一个年轻的创作师，他用羊毛毡，用了很多属于环境保护的，比如说渔网、废弃的东西，做成1:1。我刚刚讲1:1是14到16，像一台公车还大的抹香鲸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花莲港口。你要知道哦，这只鲸鱼本来在展览的时候，因为它在西部跟北部，所以它就像搁浅一样摊在这个地方，很大只。我们把它带来花莲之后，我跟他讲说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充满活力，面对着太平洋，让这只鲸鱼跃起来，然后浮挂起来，这样子，让小朋友来看的时候，第一个他会下巴掉下来说，哇，好壮观。可是他就是在海上看到。第二个就是我要告诉你哦，为什么他要用羊毛毡，用这些废弃物的东西？因为我们的环境一直在破坏，你有没有可能少用一次性的垃圾？再来，我们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这只鲸鱼它其实后面的生态是什么？那这些东西原来不见得要出海，我们在陆地上就可以做这样子充满教育跟意义的事情。所以我会说，这是我们今年最具代表的不务正业，就是希望大家真的来走到这个地方，透过艺术品，透过展览，然后去认识哦，原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小小的事情是需要改进的。刚好你也总经理有讲到，你自己有一个孩子，现在是国小嘛？对。他从小跟你一起出海吗？对啊，所以出海已经出海到有没有？他变船长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们会常常这样子笑这件事情，就是出海因为看过了太多次鲸豚之后，所以当然他的视野就会变成是比较广，就是会变成是说他可以拿回去跟他的同学们炫耀，说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看到是领航鲸哦，什么是领航鲸？这样子都不是很清楚，他就会跟他的同学们说，这些是我的生物的多样性，他的观察力也会变得比较好。那自然而然我就会发现，原来多亲近大自然的小朋友，他对很多的小细节，他其实就会特别的注意。这个其实就是小孩子的成长。他很有观察力哦。对。所以这个你也是家长的这个现身说法哈。鼓励大家，今日平常时大人声音呢，你在台湾，我们在一个海岛的国家，真要多多的亲近海洋，因为发觉讲有太多
未知的事情，而且好多是我们根本还不了解的，而且你走在本身也嘛改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台湾净土，我们的周围美丽的海洋。是哇，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到你俩多罗满赏金的总经理吕世明吕总经理哈，你客家字体哈，继续在做了社会企业，继续了海洋的文化推广出去，希望你，希望你，哇，今日哈，真正讲到海，当时我实实表到海上，边大家有機會來接觸海洋，多多嚟接觸啊！嗬，咪希望大家今日嘅收看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先生去聽通一下了，希望大家上來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傾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